到这个人生难得的部分。人生难得呢，就是从因的角度来讲，需要多少的这个因条件，因为没有具备这种实善的这种因的话呢，就无法得到这个暇满的人生。那么这个暇满的人生呢，就是指的是说就是八暇十圆满。尤其是在讲这个十圆满的时候，都知道这个他圆满五种和自圆满五种。那么这个他圆满五种呢，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这个佛陀降生，如果没有佛陀降生在这个地球上的话呢，就没有佛法所以就是佛陀降生过。佛陀降生没有用，佛陀降生呢，并且还有佛陀传过这个三次的这个法轮属于呢就是佛陀传播佛法。如果佛陀虽然降临在这个地球上，但没有传播佛法的话呢，我们也没有办法闻到佛法。那么就是这个今生呢，就是属于佛陀降生在这个地球上，而且呢就是佛陀的法教佛陀也在传法。佛陀的法教就是有限的，不是说佛陀法教佛在世的时候传了多少法，然后他呢就是当时说的我的法教呢在这个地球上可以维持5500年的时间，然后已经基本上这个一半的时间已经过去所以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佛陀的法教呢也不存在这个地球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佛陀的法教还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佛陀的法教的这个还有弘法的这些这个可以说是维持佛法的这个施主也存在。如果一旦没有这些的话呢，我们的佛陀的法教也很难维持所以呢这个从这个他圆满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佛陀诞生，而且呢诞生在这个地球上然后他呢讲法然后就是他的法教长久在世然后他的这个法教的还有这个弘法者然后还有呢就是维持佛法的法教的这个施主就他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要聚众这个五种圆满我们都具备了。因为佛陀也曾经到过这个地球上，而且他也传播佛法，他的法教至今都存在这个地球上然后还有呢弘扬佛法的这个大德上师，且还有这个维持佛法的这个施主等都具备的。所以他圆满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作为现在的这个人都有具备他的这种五种圆满然后自圆满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五种圆满自己虽然佛在这个地球上传播过佛法，也诞生过地球上，但自己没有投胎这个地球上的众生，或者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人的话呢，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养知佛法所以呢他也不具这个播佛法的这个时代呢，我们成为一个人身佛陀在这个地球上传播佛法。但我们还有些地球的一些边境呢，就是没有办法弘扬佛法所以我们出生在一些边境的地方，有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闻到佛法。所以我们呢出生在这个佛法兴盛的地方，也就可以说是出生在这个佛法兴盛的这个地的中间可以称为印度，或者是现在目前西藏、中国等等以及这个东南亚等等这些地方呢，也算是一个弘扬佛法的地方，也可以我们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我们虽然就是佛陀也在也弘扬佛法过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这个诸根不具足的话呢，也不算一个暇满的人生。我们就是眼睛不行，或者耳朵听不见或者是那个精神不正常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学习佛法但是我们已经是具备了这种条件这么没有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我们已经有具备了这些条件。然后虽然有诸根具足正常的一个人也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但他对佛法没有升起信心的话呢，他就是这个也不可以的。然后我们呢已经是对佛法升起信心然后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出生人然后出生在有佛
佛法的地方然后就是诸根具足我们所有的眼睛耳朵都能听得见看得见的这些。然后我们业果没有颠倒就是我们对因果呢就有相信然后就是我们对三宝有信心。业果没有颠倒的意思呢，就是主要指的是我就是这个做了严重的这种十恶的严重的人，或者是我们做了这个五五减罪的这些的话呢，基本上业力和业果颠倒了，所以就无法就是成为一个暇满的人生所以就我们平时呢讲八暇十缘难，八暇呢基本上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成为一个地狱的众生呢，就是没有时间去修行佛法，因为地狱当中呢分为旱地狱和这个热地狱当中呢无法这个修行。畜生道也是一样在愚痴无门的当中无法修学。如果在出生的天界的话呢，那么天界也是无法修学佛法，因为他天界太享受所以呢他没有想去修行佛法。然后出生在阿修罗的话呢，就基本上产生这个嫉妒性的业力的左右，没有办法修行佛法。佛陀没有这个在世的时候呢，也就没有办法修行佛法等这些，总共呢就是有八暇十圆满的人生才是难得。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从因的角度来讲，从数量的角度来讲，从比喻的角度来讲，这个方面都是要很难得的人生指的是这个人生呢就是属于八暇十圆满的人生。我们能够闻到佛法，而且对佛法有信心有时成为一个修行人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算是一个暇满的人生通过我们这样去观修因为这个远离四中执着心的法是一种修心的法，那么我们修心的法呢，就是通过观修这个部分，前面的我们这个皈依和然后就是起信文的基础上，然后自己去思考，自己去观修，这样来通过在你的内心中的确升起了一种我人生是难得的，有升起这样一种的话呢，那么你算是一个前行的基础共同前行当中的一个基础呢，算是一个具备这个从暇满的人生难得方面去观修。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观修死亡无常因为我们人呢就是本身有很多的这种懒惰我们种种的懒惰的缘故所以无法去对佛法升起信心也好，没有精进的去修学都是因为懒惰，而且呢就内心没有升起那种真正的这种人生是难得或者生命是无常的这种观点呢没有一种升起的缘故。我们作为一个人非常愿意就是离开不好的一些这个状态，本身你离不开的事情你不愿意面对，而且你就是严重的那种逃避本身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要经过的就是人的生老病死这死亡是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很多都不愿意考虑这个死亡的问题并且我们还有可能就是打算活100年甚至我们更长的时间那种打算然后我们天天的准备。其实我们一个人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五蕴就是一个客栈一样，我们的灵魂只不过暂时经过而已所以在一个时间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人生是这个无常的。虽然我们得到的这个人生，但我们不要以为是可以长久。我今天就是没有去修行，我拉到明天，或者是我后天再后天，或者明年我再修行，或者甚至我以后退休以后我再去修行。如果有这样的思想的话呢，那么属于一种懒惰其实我们修行刚才也讲了，这个阿底峡尊者的口诀或者是萨钦的这个言教，我们通过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修行佛法，是在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到的话呢，那么你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人如果你没有体会到这个的话呢，那么你就是无法就是作为一个亲近的修行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没有办法升起这种无常的心，没有办法升起自己的人生是难得的，不可以浪费我尽量既然已经得到这么一个人生，我尽量多去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就应该这样升起。但我们没有升起的原因是因为还没有
不知道这个人生是难得的，不知道生命是无常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生后呢就是不死的，都会死亡的所以呢我们一定会死亡，但谁也没有把握什么时候我死亡都不知道，或者是有可能明天是我的死亡的时期有可能是明年有可能是还几十年的时间，我们都不知道还有呢就是我们生存率呢就是非常的低，死亡率呢就是特别的高因为可以体会到现在这个外界大自然的灾难然后种种食物的这些这个对身体的这种疾病等这些的原因呢，我们这个死亡率呢就特别的高生存率呢就是特别的少，所以都可以体会到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说死亡呢没有任何一个定期，我明天死或者后天死就没有一个定期，而且死亡的因缘呢特别的多甚至我为了生存而去吃药就变成毒药就死掉了就可能是变成你的致命的药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没有任何的把握然后生存的条件呢就是特别的少就是我们处在什么地方都是一种障碍，甚至我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些东西落到我们的身上可能变成你的死亡的这个因都可能所以我们这个方方面面的这样去观修这个死亡无常观修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观修人生难得的阶段，完了以后观修死亡无常的时候，我们也刚才念的这个皈依和这个发愿的这个诵词一样，念完了以后，然后再去观想我到底人生多难得，生命多少无常这些方面其实观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生命呢就一时一刻把它就是慢慢的就是迈入这个死亡的领地并不是说我们出生以后还可以能生存多长时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把握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这个去观修死亡。很多人认为佛教就是说就一种消极的事情为什么很多人想说佛教是吓唬别人的会死的会什么样的可怕的地狱在什么地方等待你的，就是这样讲。那么这种的思想是绝对不是因为佛陀为什么讲让您死亡无常呢？因为希望让您赶紧去做一些好事情，赶紧抓紧时间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要去懒惰，不要去浪费自己的珍贵的生命佛陀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从这样一个积极的角度去想，不要去消极的角度去想。很多人认为自己特别的懒惰不愿意面对，这个时候呢觉得佛陀所说的这些死亡无常等等死就死吧，到时候死了就什么也没有，这种的概念绝对是一种无知一种愚昧的一种想法。其实人呢就是只不过是利用了一个躯体总有一天会离开，离开的时候我们还会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灵魂呢在什么地方而且呢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在中医的阶段呢绝对体会到这个生命的这个状态都可能会理解到，都会体会到的，不是说没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认认真真的佛陀所讲的这么殊胜的言教，我们就通过这个死亡无常的这些观修方面呢一定要去理解因为一旦我们死期这个到了然后无论药也好无论什么样的这个福寿的法会也好，任何的这些都没有办法延长你的生命我们死亡呢有很多种类，有些呢就是福报尽了死亡有些呢可能就是说的确你的生命已经尽了死亡，有些呢就是可能意外的死亡虽然什么也没尽出现障碍而死亡，死亡种类也很多，尤其是我们意外的死亡就是比较属于这种顿死就是车祸或者是自尽等等，这些都是很可怕的，因为本身您投胎的时间还没到，所以您提前死亡的话呢，那您的这个灵魂在中医期间不同的每一个7天都循环的同样做一次您这样的一个自尽的这种状态，或者是您在车祸的这样的一种死亡的状态，就经常不断的每一个7天反复的去做，这一种也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死亡的状态。那么任何的一个死亡都是来临的时候，我们做其他任何的一些福寿的法会或者是我们做一些任何的一些药物都没有办法延续你的生命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去考虑而已。其实真正来说的话呢，我们的死亡是很容
容易来临的，而且就是也是很快的、急速的，每一秒每一步都是死亡距离越来越近啊。所以通过我们了知这个死亡离死亡近的话呢，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啊？赶紧抓紧时间，不要浪费这些我们的珍贵的生命啊、珍贵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对死亡呢，就是这样去观想啊，这样去珍惜自己的时间啊。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珍惜时间，没有去修学佛法，那么我们离开的时候啊，其实除了佛法以外啊，我们任何的东西都带不走的啊。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名誉也好，权利也好，我们的任何的一些东西呢，都不会跟随你的啊。只有跟随我们曾经过去当中所造的这个恶业啊，然后我们所积累的这个福报的这些业力呢，才跟随您的。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您所拥有的一些财产，您所拥有的一些家属、亲戚、朋友都没有办法无法跟随您的。您独自的一个呢，就是要堕到什么地方啊，去到什么地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死